喺香港智慧城市發展迅速，為咗促進財務保安嘅監管，智天保推出咗全新嘅人體檢測同識別方案。此方案使用人體檢測同識別尖端技術，結合先進嘅傳感器同 AI 攝像頭與邊緣算法，監控實時記錄人員進出情況，對受限房間或安全區域進行正確嘅人體檢測同識別，確保喺專用場所內進行嚴格嘅訪問控制，並加強安全措施。通過後台設置，系統會自動記錄限制場所嘅進出情況，包括通行控制、進出控制同存取權限控制等，無需查看閉路電視捕獲嘅全部視頻記錄，以精準揾到進出嘅異常事件，減少錯誤，並提高財務保安及管理效率。AI 相機提供清晰詳細嘅鏡頭，允許靈活設置監控角度同移動，以增強整體監控效果。門禁設定通過生物識別認證同面部識別嘅方式，以增強安全指數，確保只有授權人員能有效進入安全區域或場所。後台數據對面部圖像同個人信息等敏感數據實施加密，確保隱私並遵守數據保護法規。所有進出同人員嘅數據都可按客戶嘅選擇存儲喺本地存儲或雲平台，以備將來分析同決策。同時仲允許可擴展性同可升級性，以適應不斷變化嘅需求同技術。